啟示錄第3章第7到第13節的注解。講章的作者 Hein Christian Timothy Hein Christian Priscilla。 講章發佈日期2014年3月29日。代表翻譯組武士書。編譯日期2019年12月3日。校訂日期2025年12月6日。非拉鐵非，忠心的聖會。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的、真實的，拿着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道開着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因為你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看哪，從撒但的一黨，就是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而是說謊的人中，我要使他們一些人來在你腳前下拜，並且知道我已經愛了你。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脫離那試煉的時候，這就是那將要臨到普天下，來試煉住在地上的人的時候。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讓人拿走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聖所裏作柱子，他決不再出去。我也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就是那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寫在他身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第7節，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的、真實的，拿着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非拉鐵非，非拉鐵非4個字的意思是弟兄相愛。聖經中提到天主預定主耶穌基督是屬於他子民之間的長子，因為神預先知道的人，他就預先命定他們和他兒子的形象一模一樣，使他的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馬書第8章第29節。因此，非拉鐵非一詞適合用於稱呼那些完全忠於主的人。只有全心全意愛主的人才能向主有忠心，那些向主忠心的人將成為天主的真子，並與主耶穌基督成為兄弟。約翰福音第20章第17節記載了主耶穌基督對門徒所說的話，申明天主是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非拉鐵非城位於提摩魯斯山脈的邊緣，位於薩迪東南約40公里處。非拉鐵非城始於公元前189年由別加摩和亞塔洛斯二世建造，以示他對其兄弟利迪亞和歐邁尼斯二世的忠誠。非拉鐵非城因地震多次倒塌，但一直被重建，至今仍然存在。1403年，非拉鐵非被大帝帖木兒征服並遭殘殺。大帝帖木兒的軍隊將非拉鐵非市民兵的屍體堆在城市周圍的城牆上。在撰寫啟示錄時期，非拉鐵非是一個發展中的商業城市，受益於火山噴發的熔岩。非拉鐵非周圍的土地非常肥沃，而由於甘草的大田種植，加工甘草成為該市的重要產業。至今，甘草加工業仍在非拉鐵非市繼續發展。今日，非拉鐵非被稱為天主之城，屬於土耳其國家。許多主的子民仍生活在非拉鐵非城，儘管遭到土耳其伊斯蘭政府的殘酷迫害，非拉鐵非城的聖會仍忠於他們的長兄，主耶穌基督。聖潔的，這是天主三位一體的特性之一。在舊約中，自有永有者耶和華的名稱通常與聖者的稱號一起出現。典型例子如以賽亞書第5章第24節，因為他們棄絕萬軍之耶和華的訓誨，藐視以色列聖者的話。在啟示錄第3章第7節中，聖潔的是主耶穌基督自稱的。當形容詞聖潔用於天主時，它包含以下含義：與眾不同，
獨立，不像任何人，也不像任何事物，不依靠任何人，也不依靠任何事物。主是聖者，因為他是自有永有的，除他之外，沒有人，沒有任何事物能自有，也沒有人，沒有任何事物能與他相比。主是聖者，因為他是萬物的創造者，但與萬物完全不同，他完全獨立於所有萬物。在寫給非拉鐵非城聖會的信的開頭節中提到聖者的稱號，也許是為了提醒聖會，主與聖會的忠心無隸屬關係。如果聖會向主忠心，那對聖會有益；如果聖會不忠於主，他仍然是自有永有的天主。今日，許多人認為，只要他們加入聖會或在聖會中做某事，主就一定會感激他們。有些人甚至認為主需要他們參加聖會，需要他們的奉獻。這種想法嘅無知又褻瀆，無意間將主與人類相提並論。主不需要任何人，但每個人都有義務敬拜他。真實的，真實意味着實有，永不改變本質，永不改變本性。與人類所想象的虛偶像相反，主是實有的，他的本質和本性永不改變。他的本質是天主，他的本性是愛。真實的名號幫助非拉鐵非城的聖會記住，主是公正的，他總是信守諾言。主愛屬於他的人直到最後。約翰福音第13章第1節，直到最後一詞的意思是，直到永遠，如主的名稱所示，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啟示錄第1章第17節意味着他從過去到永遠都實有。拿着大衛的鑰匙，名詞鑰匙在引申意義上指權威和知識。在以賽亞書第22章第22節中，有一個預言，主將奪去舍伯那對耶路撒冷和猶大家的統治權，並將這權賜給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該統治權被稱為大衛家的鑰匙。我必把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了，就沒有人能關；他關了，就沒有人能開。在馬太福音第16章第19節中，我們知道，在主耶穌基督完成救恩工作之前，他應許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使徒彼得。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你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被捆綁；你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被釋放。主的話說，天國的鑰匙意味着傳揚福音的權威。在約翰福音第20章第23節中，主在完成救恩工作後告訴所有門徒：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我們看到這句話的含義與主對彼得所說的相似，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這兩個語句的含義是相同的。在馬太福音第16章第19節中，主應許將鑰匙交給彼得，即將權威交給彼得。他從未說過他將壟斷權交給彼得。在約翰福音第20章第23節中，他正式宣布將權威交給所有門徒，而不僅僅是彼得。與馬太福音第28章第19至20節相比，我們清楚地看到，天國的鑰匙或傳福音的權是主賜給他所有門徒的。天主教會的教理教導說，教會的第一任教皇彼得掌握天國的鑰匙。後來，教皇的職位和天國的鑰匙被傳給了教會的歷任教皇。然而，該教義在聖經中完全沒有依據，且與聖經中明確記載的真理相違背。我們還看到，聖經記載使徒保羅在哥林多聖會對一位不悔改的罪人行使了捆綁的權威。聽說你們中間竟然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在教外人中間都沒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繼母同居。你們還是自高自大，難道你們不該覺得痛心，把作這件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嗎？我身體雖然不在你們那裏，心靈卻與你們在一起，好像我親身在那裏審判了作這件事的人，就是當你們奉我們主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
我的靈在哪裏，我們主耶穌的權能也同在的時候，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敗壞他的身體，使他的靈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書第5章第1至第5節。之後，保羅在哥林多聖會中教導如下：我以前寫信告訴你們，不可與淫亂的人來往。這話當然不是指這世上行淫亂的、貪心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如果是這樣，你們就非脫離這世界不可。但現在我寫信告訴你們，如果有稱為弟兄，卻是行淫亂、貪心、拜偶像、辱罵人、醉酒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和他來往，連和他吃飯都不可。審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教內的人不是你們審判的嗎？至於教外的人，神會審判他們。你們要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哥林多前書第5章第9至第13節。你們要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是捆綁的權威。這是保羅要求哥林多聖會對那些犯罪卻拒絕悔改的人所施行的。保羅的行動和教導表明，捆綁與釋放的權柄是主賦予整個聖會的，而不僅僅給使徒彼得或任何其他人。主對非拉鐵非聖會所說的話的特別之處在於，雖然非拉鐵非聖會是一個外邦人多於猶太人的聖會，且位於外邦人的領土上，但主提到大衛家的鑰匙，即統治以色列國的權柄。事實上，那些以色列人是否能夠進入將來的以色列國，也取決於聖會的傳福音。通過聖會的傳福音，許多以色列人將接受主的救恩，他們將進入天國，也將進入千年和平時期的以色列國。自從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人類的工作起，如果他們不信福音，就沒有一個以色列人能進入天國和以色列王國。主已將天國的鑰匙交給聖會，但主保留大衛的鑰匙，即許可某人進入以色列王國的權力。這在千年和平時期將由大衛王統治。他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羅馬書第9章第18節。或許，這取決於每個以色列人對傳給他們的福音的態度，而主會決定是否允許他們成為將來以色列王國的公民。這正是對非拉鐵非城主子民的安慰，因為當時非拉鐵非聖會受到那些遵循猶太教的以色列人的強烈迫害。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在主的權柄下，他是關與開之人，不僅掌管以色列國，也掌管天國。無人，無論是人類勢力、宗教機構、人類政府，還是撒旦的權勢，都無法抵抗天主的權威。即便撒旦曾用死亡來試探主子民的信仰，例如撒旦曾殺死約伯的10個孩子，也曾一次將但以理的3個朋友迎進烈火的窯中，將但以理迎入獅子洞等，他仍無法關閉那些由主耶穌基督親自開啟的救贖之門、天國之門與傳福音之門。主的話說，陰間的門，即死，不能勝過聖會。馬太福音第16章第18節。另一方面，一旦主關閉，便無人能打開。主親自關閉了洪水時期挪亞方舟的門，主也將親自關閉救贖之門和天國之門，對那些犯罪卻拒絕悔改的人。第8節，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道開着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因為你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我知道你的行為，再次，我知道你的行為，這句話被重複強調。我們需要記住，主耶穌基督知道我們的一切行為，他不僅了解我們的行為方式，也知道促使我們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我們工作的動機是出於對主的愛，對人的愛，還是出於嫉妒和炫耀？我們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天父的旨意在地上行如同在天上，還是為了贏得名聲，
使自己家人宗派或教會受益。記住，主知道一切，因為被造的在神面前沒有一樣不是顯明的，萬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我們必須向他交賬。希伯來書第4章第13節。主知道他子民的作為，這一事實對那些因主之名受苦的人來說，是極大的安慰。主雖然知道，卻仍允許逆境降臨在他的子民身上，因為在他的計劃中，這些經歷對我們有益。我們知道，為了愛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萬事都一同效力。羅馬書第8章第28節。儘管今天我們可能尚不了解逆境如何對我們有益，但終有一天，在永恆的王國中，我們將清楚地明白其意義。今天，無論在何種境遇中，我們都當以信心感謝主，並依靠他的恩典堅守信仰，戰勝一切誘惑與試煉。我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道開着的門，主向那些在信仰中忠心的人敞開了進入天國的門，以及為他服務的機會之門。無人、任何逆境，都無法關閉主為他子民打開的門。剩下的，就看主的子民是否願意進入。想進入救恩之門，必須謙卑悔改罪，並信靠主的贖罪之死。進入主的救恩之後，我們必須繼續行在狹窄的道路上，即遵守神的誡命，並忍受世界的迫害。主本人稱救贖之門為窄門，跟隨他的道路為小路。你們當進窄門，因為引導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但引導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馬太福音第7章第13至14節。雖然找着引向永生的窄門和小路的人很少，但在那些找着的人中，若想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也不能進入。有一個人問他：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他對眾人說：你們應當竭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許多人要進去，卻是不能。等到家主起來關上門，你們站在門外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要回答你們：我不知道你們是從哪裏來的。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街上教導過人。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從哪裏來的，你們所有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路加福音第13章第23至27節。進入引向永生的窄門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謙卑悔改，信靠主的贖罪之死，並遵守神的誡命。因為你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當主的子民全心全意順服他，靠他的道生活時，他就會為他們開道路。讓我們考慮一個全心服從主的人的例子。當那個人明白主的子民必須按照第4條誡命遵守主的安息日時，他立即順服，而不擔心放棄安息日工作可能帶來的困難。當他拒絕在安息日工作時，即使他沒有能力照顧家庭生活，也沒有看到其他機會，但他仍立即在安息日休息。這就是主所說的事件，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誠然，主是真實者，他在那個人遵守他的道後必會為他開一扇門。這裏的有一點力量一詞可以理解為，即使我們全心服從主的誡命，也可能不足以應付自己和家庭在世上的需要。因為當一個人想要通過遵守神的誡命全然生活在主裏時，他會立即遭遇世界和假兄弟的迫害。大約2000年前，聖靈者已經教導。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後書第3章第12節。但是，如果有人願意付出代價，為了活得完全，使主滿意，那個人將得到以下應許。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着我和福音捨棄了房屋、弟兄、姊妹、母親、父親、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同時要受迫害，在來世還要得永生。馬可福音第10章第29、30節。主總是向他忠心的子民敞開門，並賜予豐厚的回報，但他並不消除迫害。主的子民在今生仍必須不斷面對世界的困難、逆境與迫害。沒有否認我的名，秉承主聖言的人，就是順從神的誡命，並且不否認他的名字。相反，那些為了自己、為了生命或情感而違背神誡命的人，就是在否認主的名。主的名字是耶穌，意為自有永有者，就是拯救者。那麼，為什麼主的子民不能全心全意遵守主的誡命，卻還期望得到他的拯救呢？神難道沒有能力賜給我們一份不違背安息日就能謀生的工作，以至於我們必須在安息日工作嗎？神難道沒有能力從逆境甚至死亡中拯救我們，以至於我們還要依靠謊言嗎？當面對各種誘惑時，我們向主求告，但他若未立即拯救我們，尤其是面對通姦、成癮等試探，我們便繼續犯罪嗎？因此，即使違背一條神的誡命，也等於棄絕了他的名。第9節，看哪，從撒但的一黨，就是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而是說謊的人中，我要使他們一些人來在你腳前下拜，並且知道我已經愛了你。從撒但的一黨，就是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在反對主的人中，撒但為首。撒但的會是那些抵擋主的人所組成的會。主稱住在非拉鐵非的猶太人不是真正的猶太人，因為他們抵擋他的聖會。他們確實有亞伯拉罕的血統，是猶太人的後裔，但他們不像亞伯拉罕那樣信主、信服主，所以主稱他們不是真正的猶太人。讓我們一起閱讀約翰福音第8章第31至45節中所記錄的主耶穌與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對話。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自由。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被誰奴役過，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隸。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唯有兒子才可以永遠住在家裏。所以，神的兒子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但你們想殺我，因為你們心裏不能容納我的道。我所說的，是我在父那裏看見的，但你們所作的，卻是從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他們說：我們的祖宗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就必作亞伯拉罕所作的。現在我把從神那裏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你們竟然想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作的。你們要作的，正是你們的父要作的。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穌說：如果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是從神那裏來的，我已經嚟到這裏。我不是憑着自己來的，而是神差了我來。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因為我的道你們聽不進去。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喜歡按着你們的父的私欲行事。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兇手，不守真理，因為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本性，因為他本來就是說謊者，也是說謊的人的父。我講真理，你們卻因此不信我。我們已經在啟示錄第2章第9節的注解中提到了真正的猶太人。
我們再次重複如下。聖經說外面作猶太人和裏面作猶太人的如下，因為表面上作猶太人的並不是猶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禮也不是割禮，唯有在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猶太人，割禮也是心裏的，是靠着聖靈而不是靠着儀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羅馬書第2章第28、29節。聖經確認，凡像亞伯拉罕一樣有信心的人，即信仰體現出對神的誡命的服從行為。根據聖經的定義，他們就是亞伯拉罕的真正後裔，即真正的猶太人。所以你們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加拉太書第3章第7節。那些抵擋在非拉鐵非的主聖會的猶太人都屬於撒旦的會眾，就像那些抵擋士每拿聖會的猶太人一樣。如今，所有自稱是基督徒卻反對那些按照主的聖言講道和生活的人，他們都屬於撒旦的會眾。而是說謊的人中，凡不遵守主的道卻自稱是主子民的所有言語，都是謊言。凡是說我已經認識他，卻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說謊的人，真理就不在他裡面了。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在神裡面了。凡說自己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着他所行的去行。約翰一書第2章第4至6節。所有撒謊者都是魔鬼的子民。我要使他們一些人來在你腳前下拜，在那些抵擋非拉鐵非聖會的猶太人中，會有一些人接受福音並服從非拉鐵非聖會的教義。主的話中使用下拜一詞，該詞用來指崇拜主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崇拜非拉鐵非聖會，而是他們俯伏在非拉鐵非聖會裏的主子民面前，崇拜主。那是主親自作的事。今日，在那些以基督徒名義反對遵守神誡命的人中，也將有些人悔改，並與主的子民一同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主。知道我已經愛了，到時候，那些曾經抵擋聖會但悔改的人將會明白主如何愛他的真子民，因為那時，他們才能真正接受並理解主的愛。只有全心全意遵守主聖言的人，才能完全接受並體會他對屬於他的人的愛。第10節，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脫離那試煉的時候，這就是那將要臨到普天下，來試煉住在地上的人的時候。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忍耐的道是主向世界上所有人的呼喚。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同時也包含了關於主降臨時，將他的子民與他同去的應許。說，時候到了，神的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相信福音。馬可福音第1章第15節。你們心裏不要難過，你們應當信神，也應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的地方，如果沒有，我怎麼會告訴你們我去是要為你們預備地方呢？下半節或譯，如果沒有，我早就對你們說了，因為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好使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約翰福音第14章第1至第3節。那些真正悔改自己罪過，信靠福音，遵守神的誡命，並等待主耶穌基督歸來的人，就是遵守主耶穌基督忍耐的道的人。我也必定保守你脫離那試煉的時候，這就是那將要臨到普天下，來試煉住在地上的人的時候，這是專門為住在聖會時代的主子民而保留的諾言。對於非拉鐵非聖會中的主子民，以及整個聖會歷史上其他地方聖會中的主子民，即也忠心於主的人，他們不會受到與世界的共同懲罰。
在人類歷史上，主一次又一次地懲罰了這個罪惡的世界，他總是從那些懲罰中將他的真子民帶走。在過去，主守護了挪亞一家免受洪水，即主對全世界的懲罰。挪亞是一個傳義道的。彼得後書第2章第5節。後來，主保護了羅德的全家脫離了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烈火，他也是正義的人。彼得後書第2章第7節。當主差遣以色列人消滅耶利哥城時，他也保護了妓女拉哈卜及他家人，免得與耶利哥城遭受屠殺。會有一日，在懲罰整個世界7年之前，主也將他聖會的所有真子民帶出世界。這種懲罰將是前所未有的，這意味着他以前不會存在，將來也不會發生。主耶穌基督的預言如此證實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難的時候，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這是從世界的開始到現在未曾有過的，以後也必不會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減少，沒有一個人可以存活，但是為了選民，那些日子必會減少。馬太福音第24章第20至22節。所有讀或聽此講道的人都會得到主的警告和呼召，請悔改，信福音，即信於主耶穌基督的贖罪之死，並遵守神的誡命，以便主保守你免去末世期可怕的試煉時刻，如在啟示錄其餘各段中所述。第11節，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讓人拿走你的冠冕。我必快來，正如我們在上個講章中學到的，主的到來可以單獨嚟到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聖會，以懲罰有罪而不悔改的人。但是主也會嚟到整個聖會，包括所有還在活着的聖徒和已死去的聖徒，給每個人一個不朽的身體，並將聖會帶出世界。這裏使用的副詞法與啟示錄第2章第16節中使用的相同，但是在啟示錄第2章第16節中，主警告說，他將很快來譴責那些有罪而不要悔改的人。至於在啟示錄第3章第11節中，他將快來以獎勵那些忠心於他的人。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主必快來賞賜那些忠心於他的人。所以主的子民應該忍受，為他的名受苦，並熱心為主服務多一段時間，持守你所有的。也就是說，全心全意地遵守主的誡命，信靠他的諾言，不要做任何棄絕主名的事情，不要讓人拿走你的冠冕。這意味着，對那些忠心於他的人，神的賞賜是肯定的。冠冕象徵比賽獲勝者的榮耀，也代表統治權以及屬於虔誠後裔的權利的賞賜。馬拉基書第2章第15節寫道，一個還有靈性的人，是不會這樣作的。他會作什麼呢？他會尋求神的子孫，所以要謹守你們的靈性，不可對年輕時所娶的妻子不忠。彼得前書第2章第9節寫，然而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屬神的子民，為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的聖會將奇妙地與主耶穌基督聯合。啟示錄第19章第6至9節，每個人都將得到主耶穌基督的適當賞賜。啟示錄第22章第12節。第12節，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聖所裏作柱子，他決不再出去。我也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就是那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寫在他身上。得勝的，這是主第6次使用得勝的這一表述。此處得勝者的定義保持不變，得勝者是堅守對主信仰，按照主的話生活的人，也就是說，信靠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並遵守神的誡命，直到他離開今生。我要叫他在我神的聖所裏作柱子。聖經讓我們知道，聖會是天主的殿。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嗎？哥林多前書第3章第16節。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那位住在你們裏面的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你們從神那裏領受的，你們不是屬於自己的。哥林多前書第6章第19節。神的殿和偶像怎能協調呢？我們就是永生神的殿，正如神說，我要住在他們中間，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哥林多後書第6章第16節。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築都靠着他連接配合，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裏面的聖所。你們在他裏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神借着聖靈居住的所在。以弗所書第2章第19至22節。因此，作神殿中的柱子意味着成為在他的聖會中擔負重要職責的人。主耶穌基督稱天父為我神，因為他在人子服從神的地位上完全順服天父。聖經寫，他本來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至今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第2章第6至8節。主耶穌基督是給屬於神的人作榜樣的長兄，因為神預先知道的人，他就預先命定他們和他兒子的形象一模一樣，使他的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馬書第8章第29節。你們就是為此蒙召，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得前書第2章第21節。你們應當有這樣的意念，這也是基督耶穌的意念。全節或譯，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第2章第5節。主耶穌基督受了苦，順服了神，甚至死了，因此讓我們效法他的榜樣，為主的道和為他的名受苦。他決不再出去。那些在永恆之所的聖會中被賦予重要職位的人，將永遠擔任該職務。我也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主耶穌基督親自將在他們身上寫下神的名字。我們今天所知道神的名字叫自有永有者，當然，這是天主三位的尊名，但是，也許在永恆的王國中會有一些跡象來區分這三身位。人類可以通過添加專有名稱，父親或兒子，或單詞，第一世或第二世等，來區分用於父與子的專有名稱。我們也習慣於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屬於自己的東西上。神的名字寫在那些忠於主的人身上，這一事實證明他們屬於神，並且他們有榮譽在自己的身體上帶上他的名字。和我神的城的名，就是那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除了在忠心於主的人身上寫上神的名字外，新城市耶路撒冷的名字也寫在他們身上。這證明他們是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人，並我的新名，最後，主耶穌基督的新名字也寫在他們身上。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新名字是什麼。啟示錄第19章第12節讓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將在大災難時期結束時回到世上，有一個名字寫在他上面，沒人知道。也許，這個新名字將寫在他忠心的子民身上，也許寫這個名字的事件象徵他們在永恆天國與他一同統治的權利。第13節，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他仍然是向每個時代所有主子民的共同呼召，從聖會時期到大災難時期，乃至千年王國。任何人聆聽並遵守，就遵守聖靈者所說的話。